如此动人的演奏，是否也唤起你对《神隐少女》中那段温柔而深刻的回忆？接下来，我们将迎来今晚的压轴之作——罗拉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奏第一乐章。这首作品节奏明快，结构严谨，展现了古典时期作家对弦乐对话的高超掌握。小提琴与大提琴一问一答，仿佛在舞动的音符中展开一场充满激情与默契的对话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凯富、邓宇成为今晚的音乐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